这是神将甲奥妙的祭仪，咱着三宝平安，亲像早时主的使者对这位因温柔顺服，来迎接上帝真神的年轻女子所报的好消息。他就来听这个伟大的宣告。天在甲变，奉上帝册立派到家己一个城，叫做拿撒勒。迄记一个在世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这个在世女已经甲大毕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离婚。天在到玛利亚遐，对伊讲：平安，你是正妇女中间上福气的。主甲你同在，玛利亚因为遮个话非常不安，心内一直咧想，这个平安是甚物意思？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祝福，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做至权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为将伊祖先大笔的恩惠予伊，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的王国无穷尽。